安。咱先来锻炼，咱来要唱的回应诗。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哎，不是唱较大声的哦，这首我不会，我不会唱。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咱请起立，咱来今日的俄罗敬拜，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只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脱罪恶？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的平安？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如何
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让我们洁白如雪。感谢耶稣，愿你崇高。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哈利路亚！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世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世上大穹苍。我们继续我们的双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世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世上大穹苍。我们一起高喊哈利路亚，把最大的掌声归给神。一起来，哈利路亚！主有丰盛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总是那么的疼爱，你将我们从淤泥里将我们捧起，放在你的手心，仰脸的来对我们说话，来保护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有丰盛的应许。我们在这里再次领取你主你丰盛的应许。你仰脸说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的
信息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要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允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允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在信心领取，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允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允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允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曾经失落过，但你永不放弃我们，因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得以站立，得以来敬拜你，得以来亲近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主啊，我们非常的感动，就是你把我们当成宝贝，将我们抱在你的手心里，像婴儿一般的，你仰脸来看着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幸福，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离不弃。主啊，我们相信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不能夺去你那美好的计划。主啊，因为我们行在你的计划当中。主啊，因为我们一生行在你的道路里面。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圣灵，谢谢你带领我们的敬拜，带领我们的心能够更亲近你。主啊，谢谢你，孩子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赞美，愿你能够悦纳。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子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我要在列邦中赞美你，在万民中感谢你。你的慈爱大过天，你的信实到万代。我们永远敬拜赞美你。主啊，我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看顾这世代的百姓，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求主你赐我们坚定的信心，赢过所有的试炼，使我们的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走在上帝道路里面。这时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求主赐福陈牧师、林牧师、众长子、同工，有智慧和能力，同心合意管理这个大家庭，在此做光做盐，让教会成为祝福人的地方。感谢主，再次恳求主，你除去众人心里的忧伤，医治我们的病痛，照顾每个人的家庭、工作、事业一切顺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现在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19到30节，圣经132页。翻到我来念哈。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职，父所做的职才能做。父所做的事，职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们看。他还要将比这个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则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是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是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以上。我们现在请我们本堂的牧师，陈国成牧师来讲道。他讲到的题目是得救的权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8月最后一个主日，明天星期一，很多学校都要陆续开学，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会在9月中开学。恭喜今年升高中、升大学的这些青年学子，你们历经的考试，能够上你们所理想的学校来继续新的学期，
愿神祝福你们，也祝福所有在当兵以及在外地求学工作的青年，也祝福每个青少年、儿童、青年都能够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在我们泸州教会的大家庭里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恩典之下来成长。祝福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新的学期有新的适应，特别升到国小，升到国中，升到高中，升到大学，有的甚至上了研究所。神，你赐福他们在面对新的人生的阶段，帮助他们能够适应得更好，学习成长，也学习在课堂上的知识，也学习如何来仰望神，来倚靠神。主，我们谢谢你，献上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多年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故事，这个故事叫《固执的神父》，也有人把它改编成 LINE 传到群组里面，又传到或许你有收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故事是这样子固执的神父，这个是讲一个神父啦。那有一个版本叫做《主的直升机》，在讲牧师因为我是牧师，我就不讲我自己，我讲神父在一个古老的城镇里面，就下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暴雨。那这个大暴雨就开始淹没了整个街道。然后呢，这个神父就在教堂里面刚好在祷告，他祷告着：主啊，如果这个大雨来了，你要来救我，你亲自来救我，求主你应允我的祷告。当这个洪水慢慢的淹到了膝盖，神父只好抱着柱子说：主啊！这时候那个救生艇来到了教堂的门口，大声跟神父说：神父赶快上来，不然大水会把你淹没。神父头也不抬的说：好，你们先去救别人，我相信上帝会亲自来救我。当大水渐渐淹没到了这个胸口，神父不得不爬到桌子上面去，心里一直祷告：主啊，你来救我。这时候洪水已经到了这个胸口，有一个警察开了这个救生的快艇来说：神父快上来，不然你会被大水给冲走。但是神父说：不，我要守住这间教堂，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我。过了不久，洪水已经把整个教堂给淹没了。神父只好爬到屋顶，抓住屋顶的就在屋顶上面，然后孤单一个人面对大水。结果这时候一架直升机来说：神父赶快上来，然后就抛了这个救生绳索，叫神父赶快上来，不然会被大水冲走。但是神父说：我要守住教堂，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我，你们先去救别人好了。最后神父的下场如何呢？下场会如何？好，让我们继续听下去。洪水来了，哇，教堂也是一样，轰隆的也被大水淹了。哇，当水退了之后，哇，神父跑去哪里？这位尽忠固守教堂的神父，上帝也把他的灵魂接到天堂去了。但是到了天堂，神父很生气说：你为什么没有来救我呢？我一直祷告，你为什么没有来救我呢？主啊，你为什么没有来救我呢？上帝说：我连续3次派了天使去救你，但是你都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我派了小艇，第二次我派了快艇，第3次我派了直升机，但是你都没有把握住机会。愿神帮助我们，这个叫做固执的神父。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人确实也是一样，主啊，我就是你要你亲自和你亲自的恩典，你亲自的赐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其实神在掌权。有时候身边的人或许是神派来的天使，也说不一定。我们做基督徒的，随时要做好进入天国的准备。
福音书路加福音12章，耶稣用的比喻说，一位财主，因为他的田产很丰富、很丰盛，但是呢，他要说把旧的仓库给拆了，然后盖更大的仓库来积聚这些粮食。耶稣说：“你这个愚笨的人啊，你今天的灵魂不晓得要交在谁的手里？你的灵魂要交在谁的手里？”刚刚那一则故事固执的神父也给我们两个好的一个思考。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会亲自出现吗？会从身上真的就伸出一双手来救你吗？还是上帝会差派天使到我们身边来解救我们脱离困境？愿神帮助我们。当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对他说：“无知的人，你今夜的灵魂要预备交给谁呢？”这个月刚好是民间的鬼月，也就是说，在信仰里面，我们是要面对最黑暗权势的一个月。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啊？其实你用逻辑想一下，也蛮有矛盾的。民间说好兄弟、好兄弟，可是呢，看过的电影告诉我说，女鬼最可怕。为什么？因为女鬼大半都是可能是为情殉情这些就是有报复嘛所以他来就是要报复的所以民间拜这些好兄弟，其实我觉得女鬼比较恐怖比较可怕所以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些孤魂野鬼他们也要被隔离从阴间来到人间要隔离14天，回去要隔离14天，所以很多孤魂都不来了。所以今年应该是很平安才对。所以青年去溯溪的时候，都没有人在溯溪，只有我们。那个教练说，其实那一条溪平常炎热的时候是很多人但是只有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个时候，有人就一般信仰的人会说，我们不要接近水，不要去海边，不要去河边会有什么抓高铁这个东西。而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是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相信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平安的日子，就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人生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在哥林多后书5章1节说，保罗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来到世上，是我们离开天家来到世上，是一个旅程，是一个旅途，是一个短暂的。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天家的时候，所以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被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人生在地上是住帐篷，是短暂的旅程，回到天家，那才是永恒的家。可是有人说为主做工的人，他是不是可以活得久一点？其实有人在世上的旅途年岁是上帝所命定的，有人20，有人30，有人50，有人70、80、90。最近一则新闻，台中市最高的人类最多岁的人类116岁，他是清朝出生的，光绪年间出生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岁数不是我们所能掌管的。那有人说，那为主做工的人他会不会活久一点？其实不尽然。我们看宣教师，其实来台湾宣教的宣教师除了巴克里，我知道巴克里好像活比较久，其他的好像都英年就被主接走了，包括马偕也没有活很久或许在那时候的年代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宣教师来台湾，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天气的炎热、潮湿、不适应。大陆气候跟海岛气候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适应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尽心尽力，他们还是尽心尽力在神所托付的土地上传福音。许多宣教师的孩子，其实在宣教的土地上也不一定能够活得很久，有的一出生没几个月、没几天就夭折。
我曾经去一个宣教士的坟墓，很多宣教士埋葬在那里，我就看到了很多就是小朋友，就是宣教士的孩子，有一区就是这个宣教士的孩子的墓。有的碑文就写得很感动，他说：虽然你来不及长大，虽然你先离我们而去，但我们最后会在天家见面。那个孩子几岁？我的看起来就是上面写了2岁、3岁都有。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宣教师也不一定比一般人活得更久，但是上帝是公平的，在于上帝让这个日光是照好人，也是一样照坏人；雨水也是赐给好人，同样也是赐给不义的人，这是公平的。所以信主的人不一定会你的灾难比较少。有人说为了要信主，会不会更富有，或者是更灾难更少？不见得，这是上帝所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一个遭遇。但是我们相信一个确信，信主的人一定有平安，信主的人灵魂可以得救，信主的人因为耶稣手上掌握有得救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审判你能不能够进到天堂，进到神的国度。我们要相信耶稣是天父，是圣父，天父赐给人类的救主。所以耶稣跟我们讲说：我实实在在的跟你们说，实实在在就是说大家要注意留意耶稣所要讲的话。耶稣说他凭自己也不能做什么，但是耶稣说圣子因为看见圣父所做的，圣子依然有这样的能力。意思就是说，圣父，我们的天父上帝已经把得救的权柄交在耶稣的手中，所以只有耶稣他手上握有拯救得救的权柄，也就是耶稣成为人灵魂的审判官。我们不要以为人死后一切就结束了，而是死后你的灵魂有审判。所以耶稣成为圣子所背负的使命，手上握有复活的权柄，承担救世的工作，这是圣父所交给圣子的工作。所以圣经跟我们讲，流露更大的爱，做更大的事。耶稣成为审判官，而这审判官是要受到人尊敬。所以5章23节跟我们讲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我们要敬畏耶稣。如果他是审判官，你会怎么样？我们看到在世上很多人会去贿赂，对不对？为什么要贿赂？因为他有权嘛。他有权嘛。最近不是有一些立法委员，因为这个收这个贿赂的案件在审判当中，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握有权嘛。立法委员手上握有权嘛，人家就会去关说嘛，就会去巴结你嘛。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耶稣有审判的权的时候，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敬拜他。你不用去，你在祷告里面，你可以跟耶稣跟他亲密，跟说主啊，因为主的手上握有你能不能得救的权柄。韩国是一个整形很普遍的一个国家最早是台湾是握有这样的技术，很多韩国的医生早期是来台湾学的，学后回去开的生意比台湾还要好，反而韩国成为整形的一个国家很多人去韩国整形，顺道旅游就是他因为整形不是一下子就好了，他还要预备，然后你整形完还要就让你去附近观光一下有一位韩国的牧师提醒信徒说：不要整过头了，不要整过头了，免得你到时候无法上天堂。为什么？因为如果固守在天堂门口的天使说看了照片，怎么这么不像你？怎么办？到时候你只有在外面咬牙切齿了，
这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太爱这个世界，多花点心思在敬畏耶稣的事上，多花时间来爱主。因为更大的事是圣子耶稣握有能使人复活的权柄，审判人的作为，这是圣子在这个权柄当中，他是圣父所交托给他的权柄。第二，信耶稣的人脱离了死亡。2010年8月5号，在智利发生了一件奇迹式的矿灾。这一件矿灾公安的意外的事件，让33个当时候在挖矿的工人埋在地底下600多公尺的一个地方。他们到了一个避难处，这个避难处就像我们开隧道的时候，其实隧道旁边会有一些避难的一个空间，以及逃难的设备的一个通道。所以在他们没有光线、没有饮水、粮食都很不足的当下，他们活了67日。他们在里面煎熬了69日，在地上等待的亲人，他们的心煎熬、等待、不安、着急。我的亲人在地底下怎么办？救援的行动其实在隔日就开始展开了，直到8月22号。这个钻孔机钻到了地底下688公尺的时候，有听到里面有人在敲钻孔机的声音，那表示人活在里面是平安、是安全的。之后，受困的矿工在钻孔机上面系了纸条，说：“我们33个人都平安待在这个避难处，就是它有一个避难的空间，但是空间应该不是很大。”所以几个小时的时候，就拍到他们的影像，传到地面上给总统看，以及所有的救难的官员，还有所有的亲人。8月23号就把一些食物、饮水送到这些受困的矿工的手上。直到第70天10月13日，从当地凌晨0时12分，第一名矿工已经成功获救。到晚上9点56分，最后一名矿工救出来。感谢主，33位矿工都平安被救出来。因为这场的矿灾没有人罹难，成为了当今世界纪录。这个事件也真人真事被改编成为电影《33重生奇迹》。所以这场矿灾之后被拍成电影。有一位受困的矿工，叫做塞普维达，他在脱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在地底下的生活，我们经历了主与我们同在，但是也好像我们也与魔鬼同在。因为还好，感谢主，因为耶稣抓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手，让我们如今全部都可以得救。这些受困在地底下的矿工，就像在死亡的环境里面。不信你去关起来，不要说你被关在地底下，我把你关在地下室就好了。69天、70天，你会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你走出来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是要没有光线哦，那是完全黑暗的。所以这些人埋在地底下，如同死亡的矿山里面，与神隔绝的人就像这样子，身体、灵魂都在死亡当中。我们不要认为人的生命结束之后一切就结束了，因为人死后，我们的灵魂是要受到审判。在这一场矿灾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没有英雄，而是大家同心合力分工的结果。包括在地面上的这些救难的人，他们要去找设备，当时候就有一款的凤凰号这个救生艇到地底下，每一次只能够救一个人，所以他们救了21个小时，到了从凌晨开始到晚上9点，其实22了啦，因为21小时56分嘛，所以大概22个小时，33个人完全救出，一次只能救一个人。可是我们看到这些矿工，他们在地底下没有抢食，没有抢粮食，
互相扶持，最后全赢，全部都获救。他们在地底下，如果是食物来了，赶快抢哦，因为食物分配不均嘛，没有那么充足嘛。大家如果说谁要第一个就搭上救生艇送上去，那最后那个不是很倒霉啊？他待最久，他要多待了21个小时。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上，让这件事最后结果是全赢。在教会的服事也一样，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也没有所谓的英雄。其实牧师有时候长老教会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们在事工上面要双赢，不止双赢，还要3赢，最好是全部都能够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避难的矿工，他们要分配食物，他们是活在95%的湿度的环境底下，无尽的黑夜，经过了69个夜晚，谁都想要快一点到地面上来，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所以这一位矿工的分享，与主同在，其实魔鬼就在旁边，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坚持不下去而丧命。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的扶持。有一个牧师说，其实他们33名矿工不是没有事做，而是他们要活动自己。他们要活动自己，所以他们在底下有做一些可以让自己更有活力的一些健身的运动。就是说你不可以都一直坐在那里每天可能会想着说，等一下如果再瘫下来就垮了，对不对？所以为了要鼓励他们有信心有盼望，33个要团体行动。那除了食物饮水，他们还在底下。当然他们的心境也是希望说，主啊，来救我，求神帮助我们在地底下的这些矿工们。让我们也想到说，如果人遇到了死亡怎么办？我们要把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主握有使你得救的这个权柄。今天的金句约翰福音5章24节，5章24节，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愿这句话提醒大家，愿主帮助大家，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固执的神父，说主啊，你一定要亲自来救我。我们要成为一个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主的身上的人，因为我们知道随时我们都有可能面临不知道的将来。所以耶稣说，你今天晚上灵魂会被谁接走都还不知道。愿神赐福大家，愿大家在灵命里面都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神所赐福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晓得你从天父的身上得到使人得救的权柄，你成为最后的审判官，你被献在祭坛上，成为圣洁的羔羊，成为赎罪祭的羔羊。你的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被得救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虽然有时遇到挫折坎坷，有时候困境突然临到，有时候我们有面临如同死亡的境界。愿神帮助我们，在你的慈爱来带领引领我们。献上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现在来唱圣诗。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请起立。
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接下来我们放个影片，那个青烧记在五节，好，同心了，先同心，好，先同心，同音团契，先放个影片，大家看一下。
行之旅，玩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上帝还保守我的身体到现在还有力气。谢谢大家。哈利路亚！赞美主。一雄喜同心团契的分享等下要放那个宗教曲。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力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
兄姐妹平安。跟青少年混久了哈，那个台语愈来愈袂练转，国语可能好一点。这是我们青少期第一次办短宣。以往我们青少年准备退休会，只有退休会哦，没有短宣。退休会都是从4月就开始规划。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到5月，我们都还没有决定我们的退休会要不要办，要去哪里干嘛。然后到5月底的时候，因为牧师收到中会鼓励短宣的公文，然后就跟我说：“哎，帮你我们来办一个短宣好了。”哎，这个很 shock， 因为我没有办过。第二个，因为时间很短，剩下的时间很短，我觉得很困难。可是，哎，牧师好像看到我面有难色，然后说：“哎，我们可以先从帮助偏乡的教会开始。”而且他就认识5节教会，他们是学长学弟妹的关系。然后牧师讲到一个重点，他说我们来帮助别人，因为我也常常跟青少年分享，希望他们可以学习要帮助别人，让他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当中。回应上帝在我心中的这样的意念，也回应牧师他对福音的热忱，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准备阶段，一开始的准备就是一种挑战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同工讨论是用音乐分享的方式来进行这次的短宣。我们准备6个节目，总共30分钟的时间，扣掉规划、联络、开会、行程这样公告，一直到报名截止，就是6月底。我们只剩1个多月的时间可以练习。通常30分钟的节目啊，练习大概要3个月。我没有骗你，你可以去问圣哥。对，经过1个多月的练习，我们都很有进步。可是还是有问题，这里不够好，那里还是会走音、不整齐，要调整。那怎么办？我们这时候都是凭信心在过生活。我们需要的信心就是，我们只有这些时间可以练习，歌已经选了，也不能回头，然后舞也已经排了，就这样练吧。我们继续把它完成。我们相信上帝既然感动我们做这件事，他就会引导我们，他会带领我们，而且上帝喜悦的是我们尽心尽力摆上的，超过成果呈现出来的。我相信上帝要的是我们尽心尽力。然后这2天的短宣，第一天是那个体验教育，就是溯溪。那天它是下雨啊，大雨、小雨，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我们就一直很紧张，到底要不要去溯溪，很怕它溪水暴涨。最后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就去了。因为教练他也很有信心，没问题，那我们就去。在下雨当中，大家互相扶持帮助。上帝似乎他就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个活动学习什么叫做爱与分享。而且啊，其实我不知道那天有台风，溯溪完了之后才知道，那天是海上台风警报。哦，好厉害！第2天就是我们的音乐分享。先介绍一下5节教会啊，他们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去年刚献堂，他们没有团契，它是一个支会，由罗东教会来照顾的，没有团契，没有诗班，平常做礼拜大概就是30个，像咱安尼啦，就是这样子。但是为了这次的短宣，他们也邀请了朋友。那天短宣的那天，下面大概坐了100个人，就等于是我们台语堂的人数。那我们呢？我们泸州教会呢？在人来看，我们的节目全部都练完了，只是还没有练好。可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那天不管是乐器演奏、诗班、跳舞，都是我们表现最好的一天。那我们都有 po 在 FB 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怡娟牧师的分享，
我的分享都有。最后我要感谢大家，感谢所有的同工，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这次的音乐短宣。有些同工为了加入短宣，他们特地把假排在这2天啊，他平常要上班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参与，他就在家里看录影带，自己练习。我们这次的短宣不止把我们的诗歌分享给5节教会，我们也为他们去年的献堂做了一些奉献。他们一个小小的教会献堂欠了1000多万的贷款，我们能做的也只有一点点，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位同工在这次的短宣中都得到成长，我们都学习愿意互相分享，更体验到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这次我短宣我有参加，我是最年长的，只是我觉得说，这次老中青大家都有参加，我就觉得说，只要愿意，神都会带领我们，相信我们未来的泸州教会一定会复兴的，会看见未来，现在我们来读经句，《约翰福音》第5章24节周报上面的，念2次开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5章24节。我们现在有没有新朋友？没有，不然我现在来报告我简单的报告本会消息，9月6号下主日联合礼拜本会圣礼点主日，大家请预备心出席主的圣餐。第二是下个月举行9月份的庆生会，请大家请大家看一下第三，9月6号下主日下午1点召开定期的长执会，长执同心，同工请预备心出席。第四，本会信的奖学金，请大家过目一下看一下。第五就是疫情已经回温，很多国家都是怕控制不住了，所以我们台湾不要松懈要小心谨慎，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做好个人卫生防护。第六，华谊堂防疫服事委托招待人员。第七，每周3 8点查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经、查考圣经、守望教会。第八，每周4上午10点松年团契读经班，欢迎松年团契及新来慕道友踊跃参加。第九，每周4晚上8点欢迎登记举行家庭礼拜，请与叶秀兰长老联络。会计报告请大家过目。团契里的儿童，就请大家过目。肢体相通是第一个家庭探访，9月3号礼拜4晚上8点，刘笃应、柯柱敏夫妇府上，住在永安路2段16巷17弄17号5楼。有空的请参加，请踊跃参加。第二是学职升级。国中、国高中、大学请大家过目。第三就是林玉志弟兄捐赠教会一批福音 CD 67.5公分的天空免费赠送，兄弟可以自由索取，赠送给慕道友作为传福音的工作。以下
那个病痛的，请大家自己看。啊，再来中会交接消息，9月11号，11月5日上午10点，台北中会大众传播举行主日直播研习会，请大家有空的请参加。以上，然后现在请翻开圣诗388首，荣耀归天父上帝。好，请起立。赶快请牧师祝祷。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